Hello，你好，我係今朝老師。嚟緊嘅5分鐘，我哋會結合水晶同埋良師嘅靈氣冥想，為我哋嘅身體能量場帶嚟淨化同埋滋養。首先調整好我哋嘅坐姿，去一個舒適放鬆嘅狀態。現在可以閉上你嘅雙眼，專注自己嘅呼吸。用你嘅鼻吸氣2、3，呼氣2、3，輕輕力，用最慢最舒服嘅方式吸氣2、3，呼氣2、3，手掌向天，放喺大髀上面一個最舒服嘅位置。拉長自己嘅脊椎，放鬆膊頭、眉心嘅位置，由頭放鬆至腳，全身都好放鬆，好放鬆，好放鬆。今日我開懷，容許自己呢一刻暫時放低你嘅牽掛、煩惱，專注享受現在呢一刻嘅體驗。我寬恕，諗下有冇一啲後悔嘅事情，冇都唔緊要，唔需要特別去諗。如果有嘅話，內心同自己講，可以叫自己嘅名。容許你需要寬恕嗰個自己，當刻嗰個自己喺你面前出現。你可以同呢一個當刻嘅自己講：我寬恕你，我感恩，感恩一下帶畀你生命嘅父母。可能你同你嘅父母關係好好，或者有啲距離，你都可以感恩佢哋帶畀你生命。我成就使命，想像一下將來會有乜嘢令你覺得自豪嘅？你喺度做你鍾意做嘅事，而且做得好好。可能係一啲好小、好簡單嘅事，可能就係見到自己嘅孩子、孫仔、孫女快樂咁樣成長，自己嘅屋企人好欣賞你嘅安排，好欣賞你帶畀你屋企人愛嘅時候。我仁慈，最後我邀請你對自己仁慈，內心真誠咁樣同自己講，同喺當下現在呢一刻嘅自己講，無論你係點，無論其他人點樣講你，我都係咁無條件咁樣愛你，支持你，我愛你。今日我開懷，我寬恕，我感恩，我成就使命，我仁慈。每一次我哋聽到呢個靈氣冥想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好容易、好舒服咁樣進入呢個充滿住愛、放鬆、滋養嘅狀態。第一陣你會聽我由1數到3。當你聽到3嘅時候，你可以好容易、好舒服咁將你意識帶返去你嘅身體，感覺更好，感覺更好，感覺更好。1、2、3，慢慢將你意識帶返嚟你嘅身體，感覺更好，感覺更好，感覺更好。慢慢張開你嘅眼睛，祝你有愉快美滿嘅一天。